主后2025年10月26日，西利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咱做来听读，尼希米记12章27节到30节，以及43节。耶路撒冷举行城墙奉献礼的时，人民去利未人住的所在，邀请因来参加。爱因唱歌感谢，用钹、瑟、琴伴奏，欢喜庆祝举行奉献礼。献诗的对耶路撒冷四围的地区，甲尼多法的乡镇来聚集，搁对别吉甲、对加巴甲阿苏马威的地区来，因为献诗的伫耶路撒冷周围有建立因家己的庄舍。祭司甲利未人洁净家己，洁净人民以及城门甲城墙。迄日，众人献真侪祭物，嘛真欢喜，因为上帝互因非常快乐。妇人人甲囡仔嘛欢喜庆祝。耶路撒冷欢喜的声对真远就听着。弟兄姊平安。移民开垦是需要真大的决心甲勇气，有可能会成功，毋过失败的几率也真大。若是失败，真好有回头路，也真歹搁再翻身。所以移民者通常爱有冒险甲顽强的打拼精神，才当开创新天地、新的人生。移民若是一个人是比较较简单，一人百全家百。总是移民若是全家移徙，考虑的因素就会变甲真复杂，甲真无容易。毕竟爱承受的风险会加几若倍。伫今仔日读圣经讲道的进度是尼希米记第11章到12章。伫这个所在，也是讲到一阵志愿者甲被竞选者的移民故事。因的老爸阿公迄代国家灭亡，受掠受牵线，离开故乡去住伫1万公里远遥远的巴比伦。伫巴比伦经过70年左右，因伫遐出世大汉。原本消灭因祖国的巴比伦帝国，也互后来的波斯帝国征服消灭。波斯皇帝允准原本灭国受掠的人，会当回归故乡去重建家园，其中包括有几万人的以色列人，也踏上回归故乡的移民路途。故乡甲耶路撒冷对因来讲，只是非常生分生疏的原乡，因为因大多数的人拢是伫巴比伦出世甲成长。当因转来耶路撒冷甲故乡，面对的是一个残破的城市甲家园，当地也带一阵对因并无友善，后来统称做撒玛利亚人的外族人。所以因要重建家园、重建圣殿甲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恢复原本的以色列社会族群的生活，拢是大大的挑战，困难重重。这是因的生活实况。毋过因也经过长久的努力，达到完成，整理好因的家园，安定落来。作为这的回归者也有新的问题，需要共同面对，做伙解决。这就是尼希米记第7章第4节，尼希米发现的问题。耶路撒冷城看阁大，城内的住民也真少，起好的厝嘛无济。安怎伫短期间内重新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互城市得到振兴、繁荣、生机？
则是良乡解约。伫第7章，尼米有根据第一批回归者的名单，比对户口普查的结果。第11章到12章就继续讲到因安怎想风想暴，煞人入来住伫耶路撒冷甲周围的地区。来，先咱来看分段。第一段伫11章1节到24节，带入去耶路撒冷的人。人民的领袖拢住伫耶路撒冷，其他的人民自愿住伫耶路撒冷的人，迄时并无多。遐个自愿来住伫耶路撒冷的人，人民拢甲因祝福。无够会业，因用抽签的方式，10个抽一个来住伫耶路撒冷，10个抽一个。若是用个人为单位，哪像无界下整理，因为有一个家庭可能翁某也是爸母囝儿会受拆开，所以现在台语本圣经翻译做家庭，每10个家庭有一个来住伫耶路撒冷会较通顺。当然，主要的成员也是用原本南犹大国的犹大支族甲便雅悯支族的户裔为主。这个以色列人有犹大支族法律师的子孙共468人，拢是勇士；属伫便雅悯支族的子孙有928人，其中细基利的囝约尼做因的长官，哈挪亚的囝犹大做耶路撒冷的副市长。以外有祭司1192人，做是利未人才284人。搁再来是圣殿的守卫有172人，另外圣殿的工人甲献诗的人。这讲到献诗的人，每日得到王的美牛。现代台语版圣经翻译，王有规定，献诗的人逐日应该做的职务，可能因是为王祈祷的工作，所以领政府的部分的薪水。第二，住伫其他乡镇庄社的人，11章250到36节。这段有讲回归故乡的犹大支族甲便雅悯支族，各自散去的主要地区、城镇甲庄社的分布。因中间也有一寡住伫犹大的利未人，受指定归伫便雅悯支族来管理。第三段是12章第1节到26节，祭司甲利未人的名单。祭司甲利未人是以色列社会民族的重要中坚分子，因为以色列民族是奠基伫上主的信仰，是上主竞选救赎带领的子民。祭司代替全体以色列人民做献祭、教导、律法等等神职的工作，所以祭司甲利未人也通称作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尼米记12章特别将祭司的家族、家谱名单另外单独做记载。只是较可惜的是，利未人因为因的工作甲收入并无遐尼稳定甲受保障，所以伫返乡回归的人民中间，利未人并无甲伊拥有，人数还比祭司较少，这也正做因的族群的问题。第四段是12章27节到43节，耶路撒冷城墙完成的奉献礼。尼米记的编排并无照年代时间得记载，有时会跳来跳去，互咱在读的时会感觉奇怪。不过咱只要记得
以斯拉记是伫讲圣殿重建，尼米是城墙的重建。另外，以斯拉是经学教师，是宗教领袖；尼米是省长，是政治领袖。因也做伙努力实践摩西的律法，带领社会改革。伫头前有讲到祭司利未人，伫遮就讲转来伫城墙完工了后，因有举行奉献城墙的庆祝礼拜。祭司甲利未人组织活来，尼米带领祭司利未人正领袖和人民分做两大队，一队行正平，一队行倒平，用献诗甲乐团设城墙，行到圣殿的所在会合，然后伫遐献祭敬拜，庆祝耶路撒冷城墙重建完成。第五段是12章42到47节，讲及圣殿祭司甲利未人的需要。因伫奉献城墙的上迄日，也收集奉献，搁将奉献的额分互利未人，利未人也分互祭司。因也因为祭司甲利未人恢复圣工服侍的即份满意，搁欢喜。对安尼，无论圣殿、圣城、城墙甲圣民，拢彼此相连结合一，也诚做应光上帝互人得到利益的理想国度。咱通对尼米记11章到12章学习到甚物？第一，伫遮讲做领袖的，着爱有好带头、好的模范。对第一批流亡转来耶路撒冷故乡到尼米时代，大约经过780年。毋过耶路撒冷的人口并无加偌诚样，徛起的厝也无济，所以规个城市显得真稀微。迄时圣殿甲城墙也拢已经重建好势，总是城市的人口少，起好的厝也无济，确实是一个人口危机。总是伫尼米的号召下面，11章第1节讲，人民的领袖拢住伫耶路撒冷。这做人民领袖的，愿意带头先住伫耶路撒冷城，就带互人民信心甲愿望，也诚做其他人要搁再移民入去耶路撒冷的鼓励甲模样。这也诚侪咱通学习的。毋管咱伫教会也是家庭，一般的团体内面，做时代的、做领袖的、做父母也是主管，咱咧杀一项新的事工，咱就着诚侪好带头、好模样，互人透过咱来军队来投入参与，安尼才会当有说服力甲影响力。第二，顺服甲祝福。尼米记11章1节到20节讲，有3种人住伫耶路撒冷城，一种是人民的领袖，第二种是抽到签去住伫耶路撒冷的人也是家庭，第三种是自愿的人。对抽签的人，检采有的人会认为抽到签就去，有人想讲抽到就勉勉强强签去住。无论欢喜也是勉强，伫因的文化旧约也有几个抽签的例，通做参考。抽签对因来讲，一来是上公平的裁决，二来因也认为这是来自神明也是上主的旨意，所以就顺服。若是其他人对这人，尤其是自愿的人，就是甲因祝福。
对遮，咱也通看见两种健康的信仰心态，一种是顺服，另外一种是祝福。顺服是顺服上帝，顺服上帝话语甲是心意，上帝的真理甲权柄。以色列人的信仰文化相信，经过祈祷了后抽签，的确有上帝的旨意甲意思，所以因对抽签的结果就是顺服尊叹。咱伫教会生活，特别是伫长教会的制度是民主代议制。咱伫教会内有大大小小的选举，也是开会。虽然有时阵也有人为的操作因素，毋过一般咱经过祈祷了后，拢会尊重伫选举类似抽签的方式的结果，顺服遵守，这就是健康的心态。另外，祝福当有人要去当兵、结婚，也是出外读册，也是喜庆的场合，咱拢会诚心祝福。有时阵也会包淡薄仔礼品，也是礼金，表示祝贺。祝福会互对方感受到温暖、欢喜，也会互咱家己的性命变成做更加开阔。第三，各尽其职，全体受益。保罗讲，教会就是基督的身躯，咱拢是基督的身躯的肢体，所以爱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全体受益。这也是美好的教会生活经常。尼米记12章44节到47节，讲以色列人因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奉献1/10予利未人。利未人也将因的1/10供给予祭司，祭司甲利未人生活需要有得到供给，因伫上帝面前甲伫圣殿的服侍，就互人民得到满意，也通解说得到利益。这就是完美的以色列社会的信仰生活。咱逐人拢有咱家己着爱尽的义务、本分甲职责。当咱彼此尽职的时，就全体拢要得到利益受惠。愿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上帝，甲听人亲像家己，就上帝得到荣光。咱甲咱所徛起的世界，也要得到上主赐福的利益。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伫咧听读尼米记11章到12章，阮也看见以色列人因怎样即个三听互助的社会，也因为安尼，互上帝得到荣光，也互全体的人民得到利益。主求你也看顾帮赞，互阮也心存欢喜的心来侍奉上帝，也用安尼来服务伫主你侍奉员的教会家庭社区甲世界，互阮尽阮家己的职责，也互阮的世界，因为有阮彼此的相听甲服务变成更加美好，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